要参加台北市政府跨年晚会，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哦。台北捷运为着要鼓励民众伫结束的时坐热线，所以宣布讲返点到靠早的6点，台北小巨蛋南港三民上车免费哦。上北市的公车、尾班车上暗时1点发车，公车的路线嘛有增加。 因应跨年的人潮，台北捷运42点钟无休困，而且民众若是为上山新点线的台北小巨蛋，也是南京三民站就车，就会使免费坐车。跨年活动结束，民众坐捷运线场，定位邦南线，搁有淡水信义线的车站上车，人潮集中伫这2条线，超过人客人。台北捷运鼓励民众加行一段路，到上山新点线坐车，避免甲邦南线的人阵相客。 台北捷运宣布返点过到元旦的透早6点，为台北小巨蛋甲南京三民站上车就通免费坐车。往年跨年的时候都是超多人的，那如果大家在那个时段有一个就是免费的话，大家一定都会往那个地方去，就会有疏通的效果。另外，台北市信义区为3日暗时7点开始，分3阶段实施交通管制，下尾市政府4区位扩大管制范围。 暗时10点开始到元旦3点，亲像国父南路以东、中孝东路以南、信义路、曾景路以北、商人商德路以西，拢禁止车辆出入。也若公车的部分，台北市公运处规划，除了有经过信义区周边的38路公车，延长营运时间到1点半，也会增加3条线场的公车路线。那民众可以在仁爱延吉街口搭乘我们1号线。 往捷运忠孝新生站，那也可以在吴兴街口站搭乘我们2号线的一个接驳车，那可以往公馆。那3号线的部分的话，是在信义松的路口，可以搭乘往景美跟木栅地区。 因为我们的路线是比较在靠近那个捷运末端站，有经过捷运的一些公车路线，那它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需求哦。那所以我们有规划6条的这个路线呢，它是在配合这个台北跨年活动，那延后加班到那个凌晨1点。新北市交通局也安排16条公车的路线延长服务时间。新北市交通局表示，按照过去的经验，亲像往南口937、920路线，搁往三峡的939路线。 人潮会较济，民众通为公车动态系统查询目前的车班，顺利出门跨年，也通顺利登厝。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。